后来为着要让这个失智失能的长辈者会当就近到徛街附近的托老中心来参加着活动，强健着身心。小望市政府有3间公共的托老中心，今仔日来开幕。正惊这个老大人跋倒无人救援，这个托老中心佫特别来结合着智能保全的系统。讲到新北市，目前总共有55间的公共托老中心，后手还佫有5间要来成立。无人伫咧拄久，阿公阿嬷伫咧做运动，大人拢参加足欢喜的。伊遮逐项啥物拢介好势啊！阿嬷记忆歹，讲会记咧逐工爱来邦桥公共托老中心。新北市政府伫咧邦桥、芦洲、莺歌，佮设3间托老所，帮助失智的社会人，离时会当出门去洗洗老老咧。因结合智能保全，一人去便所，万免受过烦恼。那万一长者有跌倒的时候怎么办？如果躺着超过一段时间，那他就会发出有可能有人跌倒的这个讯号。这么多吃得完吗？社会人无喙齿、胃口歹，身体当然嘛对咧歹。这些餐点拢是营养师特别规划，希望每一个社会人会当食营养更好补的料理。个人的平均一年健康的大概是72.3左右，往生的年龄大概是80.8，所以这8人的当中，大概在40岁衰老的效果。新北市即马有55间公共托老中心，各5间当伫咧准备，希望每一个阿公阿嬷会当欢欢喜喜过日子。